向前同乐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慧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，小王子。哦，越讲越心虚了。客家小王子，用饼，用饼什么呢？哎呀，又当然的一個好看的節目來嘅啊！向前同樂飛嚟跟大家見面嘅啊！冇唔錯，基本來到乜嘅地方啲麼？咁啲咧，嚟啊！呢片係苗栗嘅頭款。哦，有乜嘅好食咧？客家甜板啊，客家甜板啊，脆包啦哈，脆包啊。等一下我就來去吃。我搶嘅，所以趕快進行。好，接下來介紹呢個評審先生，陸國禮先生、黃信飛先生、何一峰先生。聽講呢位評審先生有精彩嘅表演。萬年嘅表演哈。來請呢個陸先生來表演啦，帶來精彩嘅表演。根本有偶像你要表演哦。有偶像要唱歌，很多尖叫。你這叫唱歌嘅哦？對啊，真要唱歌，但係冇喺度唱歌。哎呀！我係對妹，我係對妹嘅尖叫。對，啊，打聽就來看。迫不及待啦，接下來欣賞呢個陸先生帶來嘅精彩嘅表演。你看。謝謝，謝謝。哦，暗後堂啊，羅先生。哎，主持人好，海軍甜心，客家小王子用餅啊。你怎麼這樣越來越漂亮？哎呀，你快追上我了耶！哎呀，你懂沒啦，還差姐姐一點點啦，永遠差姐姐一點點，追不上的，那一點點是追不上的。一點點已經這樣子。我要說家婆親感通呢，但我住在那邊的時候，看到哦這個父女一對在那邊唱歌，我真的就鼻酸酸的那種感覺。對呀，因為有一天你會長大成人，然後會出嫁，會為人妻、為人母。我已經幫你想到那邊去。凶暗斗。你這家有子女的人比較多那種想法。有要中感出啦哈。好，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所有精彩的表演，好嗎？好，來看T組的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
中赏封阳。哎呦，两位小朋友，先问，会讲客家话吗？会会哦，按听哦。会按会么？你唐的是了，哦唐的是么？唐的是了。安影运动嘛改名，庞胭脂，庞胭脂。咁呢？戏家艺，戏家艺，我跳舞一久嘞。一年，嗯，用少都是六一年哦。一年，都是一年哦。那怎么会想要学跳舞嘞？燕子？我看到武艺全开，所以想要去跳舞。哦，他看到有台的节目啦。黑啦黑啦。咁呢？你有没有想要学跳舞？被逼的。因为黑讲吼，以看到天师红的底度的那个，很像一个小公主，然后在舞台上那边跳舞，他就觉得好漂亮，伊就跟伊甲伊妈妈讲啊，像那天师松的小妹妹安尼，各位又跟妈妈讲又好跳舞。哦，是这样子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好啦，来谈看啦，那个好先生哦，来公平一下。好，基本上的话哈，你跳得动好，挺好哈。啊，你训练当中会发展短的几年的一年嘛哈，一年时间嘛。OK 好，那你跳舞当中的话，我跟他建议哈，啊有的动作的话，它要伸展，啊可能有的动作的话要撒过去的话，不要一直到位的。啊，跳舞的话哈，除了讲能够像人家身材很挺拔、很帅，你刚有个动作这样子，对，可是你那个好像你可以再加强一点，再酷一点的话，对，帅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跳舞懂后，那你也长得很帅，人家长都懂讲，对不对？有荣誉感，人家功课好吗？唔问那边姨妈，你功课好功课吗？好吗？好，哪有？你刚刚是不好哦。你头前嘿摇头哎。对啊，那要功课也要像跳舞一样这么的厉害，好不好？你有在听姐姐讲话吗 ？OK。有哈。好。哎，这个舞姿很帅了。我觉得他们没有心情，演二堂演二看那是已经没有分数，他都可以拿奖金的分数。好啦，来接着来看那个评审先生，本那个小朋友得到几多分数？我也听得懂指令呢。你刚刚坐下怎么坐下 ？Sit。再来。Flat。评审先生，本那个小朋友得到几多分数？老师，请给分。14、13、14、15、15波。哎呦，错点一下我。想说，黄信惠老师应该是人美心也美的人嘛。公平共都按后，对，舞姿奖金。这个老师给你们鼓励啦，这个红包可以得到2000块哦，哈，继续加油。好，刚刚能继续来看孩子的表演。
然後現場嘅300萬嘅朋友嗬，觀眾朋友們開下來。大家好，嘿，我到吳歸卷，吳歸卷，吳歸卷，卷。卷哦，我上愛唱歌嗬，唔用為按到樂器，唔做乜嘅單單對一個薩克斯風按有興趣嚇。因為幾年前，喺到視障協會，係，我成立一張視障樂團，下一張多元就業的方案中，然後開始有多音，我不敢親愛。哦，有采風就錯嘅，係。講我有新希望咧，就將按動。薩克斯風，係啊！哎呦，係啊！伊講伊吹薩克斯風，伊吃到一樣的董帥呢，有演到冇？有嘛，有嘛！哎呦，你看，你個現場嘅鄉親朋友吼，知道伊董帥。啊，你判伊叫誒，好呀個呀？判3-4年咧。判3-4年咧哦，甲歌嘅較輕度吼，我嘅較輕度吼。有彈歌嘅差唔多是會。海陣來看試看試一個薩克斯風可以來判安尼上台跳好冇？好啊！哦，試看那時候嘛，薩克斯風上台跳，用薩克斯風來噴地，也吃到也剛剛用版了。我們大家都很期待，想要聽看看。你可以麻煩這個練啊，下一陣再來噴半人堂好冇？好，有請到剛剛你先來談公平，有請到黃老師。應講台當3分鐘，台下10年功哈，佢嘅音感，還有佢嘅節奏，非常非常的準確。希望你加油加油，謝謝。謝謝。剛剛來看一下你分數有帥不帥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老師，接下來看你嘅評審欣賞本你嘅泰國幾多分數？12分，45分。哎呦，直接用跳的。嚇人好不好？直接用跳的。因為你頭都停在2分的時候，我想說你怎麼了？跳針。哎呀，做得對到你嘅動保練前條。歸卷2千元哦。希望你繼續加油哦。上台跳哦，下一陣來盤上台跳哦，哈。所以我們繼續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可以出去了嗎？可以。可以了嗎？Hello。啊，沒問題的。
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来，佛养王大哥，我站远一点。没关系，没问题的。对，那可以先请他趴着吗？因为他现在这样子。好，对。Plus， 那可以请他睡觉吗？我不会让他那么放松。哎呦，刚刚王大哥调都耶安尼几个口令、几个动作的意思是？我刚刚那些是服从的动作，因为通常有些一般人家会觉得说，你训练狗的可能你比动多压力，然后压力。然后狗就不太愿意做。你刚刚看到它是随时，它非常期待我的口令，是在游戏当中学习，而不是说我们给它压力，强迫它去做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这位毛小孩跟着你多久了？现在才2岁，他从德国来的时候才1岁。所以他待在你身边有一段时间了。有一段时间。那这个你训练多久？这个从出生就跟他。来，像这种训练的话，就是比较温和的训练。它有比较像那种比如说像戴一个手套啊，然后那个是攻击训练也是有的。你没事叫人家训练这个要攻击什么？对他也会，他也会哦，他也会。那你可以拿他当示范。可以啊。好，我也听得懂指令。你刚刚坐下怎么坐下 ？Sit。再来。Plat。那等一下，如果老师讲评或给分没有给到他满意的话，你给他下指令，他就会呼。哎呦，那个老先生已经分满分。先生，还蛮关分数啊！好啦，我们先听讲评好了。好，来，国立老师，对这个服从命令的表演。隔行如隔山啦吼，也今年体表看按那个，如果你的专业人士训练也叫的，对从事于相关的工作，比如讲那个机场啦，或者讲治安单位啦，对，协助我们人类，甚至搜救犬救难队的时候，也一定要你训练的人带着它，是吗？对。所以罗老师，你咨询过后，你要养一只是不是？我不会放心，你怕猫是不是？我怕。不行，我怕猫不行。本来那个王先生在种上，好不好？种山嘛，种山那个种，谢谢。你们老几高啊？显宽分数啊！我想讲。不是看那啊，全部满分。没有，国立老师，你怎么又熄灯了？你老师，请给灯。就一致认同了啦。我们这来，奖励拿出来。没有，他很期待看到的奖励。对，来跟他玩一个游戏来。英国会讲那个蒙太狗啦，东上会看到两个奖励。没有，是比拼。好，这张红包啦哈，希望这个。可以训练到更多的狗狗。谢谢，他听得懂吗？哎呦，是什么啊？你是用眼神哦。对。那你刚刚的眼神是？是我们准备要谢谢，要离开了。要谢谢观众朋友们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他会鞠躬吗？我没有教他这个。那你可以帮我指令他，就是邀请他更多的朋友。更多的朋友，有兴趣的法律参加的，报名参加的人呢，向前同乐飞，哇！伊讲啊吼，有兴趣的朋友就加来报名，向前同乐飞，先感谢咱的辛苦的评审先生，还有今天的产生照、个人照，还有什么更加？谢谢。向前同乐飞，太感来小飞，哈利拜见喽！东江哦！